名字是好動派，行動是要在陽光中趕走苦惱失敗。全人類也越界，舉起手反對自我被活埋。為何脈搏極快？原來受那豔陽唆擺，打一擺也不壞。投入活躍地帶，應該將盔甲換上運動鞋。一到夏季，氣勢升高，這個夏季鬥志利似刀。當氣候跳升100度，活着實在好。來自夏日的心怎會沒心情？沉悶的一切最需要你的美麗。